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到14节。若讲要瓦靠礼仪，我嘛会；若有人想讲伊会当瓦靠礼仪，我搁较会。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是以色列人，属便雅悯之族，是纯粹的希伯来人。对守律法来讲，我属法利赛派；对热心来讲，我是教会的迫害者；对守律法来正做义的标准来讲，我拢无啥物通嫌。毋过，以前对我有利的，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甲伊看作损失。毋若安尼，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，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。为着伊，我放杀一切，看万事做粪扫，是要得到基督，完全甲伊结连，无阁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义。我现在有的义，是通过信靠基督，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。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，搁体验伊搁活的大能力，甲伊做伙受苦，经验伊的死。毋望家己嘛会当对死搁活。安尼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达到目标。我继续直走，毋望通得到赏。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。兄弟姊妹，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拍拼追求头前的事，目标直走，为着要得到赏，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换命。